你下次去茶樓飲早茶，或者同班親戚朋友聚會嘅時候，你試下靜靜地豎起耳仔，聽下隔離左右啲人喺度講緊咩。我咁寫包單10台客入面，有9台都係喺度呻窮怨生怨世，鬧啲仔女唔聽話，鬧個社會大環境唔好，鬧啲菜加價。好多人覺得大家坐埋一齊呻兩句，發泄下啲負能量，不知幾爽，傾完心入面舒服晒。有咩所謂啫？我今日極度嚴肅，但係又非常語重心長咁話俾你知，你以為你只係講緊幾句閒話？大錯特錯！喺我哋最深層嘅風水命理同埋宇宙磁場學入面，你每一次開口講出嚟嘅負面說話，根本就係親手幫自己落緊降頭。好多人成日懷疑自己係咪得罪人，係咪俾人落降頭犯小人，搞到一身債，兼且周身病痛，甚至四圍去求神拜佛想轉運。其實最惡毒嘅降頭師唔係別人，正正就係你自己把口。語言係帶有極強念力同埋磁場頻率嘅，你講出嚟嘅每一隻字都係向宇宙發出一張訂單。財神爺最怕最憎就係聽到呢種窮酸晦氣，你日日將窮神呼喚埋身，財神爺行到你門口都覺得烏煙瘴氣，點會行近你半步？今日我會徹底點名大家日日掛喺嘴邊嘅3大破財口頭禪，只要你有今日開始戒甩呢3句話，配合我獨家教你嘅語言吸金術，你下半年嘅磁場會瞬間由陰轉陽，橫財擋都擋唔住。即刻喺留言區打出口吐蓮花狂吸橫財8個大字，切斷你身上嘅窮鬼降頭。我哋馬上為你詳細拆解第一句最攞命嘅破財毒咒，就係好多人未講嘢之前，總係習慣先長嘆一口氣，然後再加句窮到冧啦，死啦，今次冇錢開飯啦。你試下回想下自己或者身邊嘅伴侶，係咪成日一遇到少少唔順心嘅事，甚至乎睇張電費單交個租都要唉聲嘆氣？好多人覺得嘆氣只係舒緩壓力嘅一種方式，又或者習慣性將窮字掛喺嘴邊，覺得講下自己窮，人哋就唔會嚟借錢可以保護自己。我同你講，呢個係風水學上最致命嘅自殺行為。風水最講求嘅係咩？係聚氣。你心口嗰團氣就係你嘅財氣同埋元氣。古語有云：一嘆窮3年。古早風水師仲有句口訣：一嘆窮3年，三嘆財富穿。日日唉聲嘆窮鬼坐床緣。道家講人身上有3團氣，頭頂一團係貴氣，心口一團係財氣，腳底一團係底氣。你每長嘆一次氣，由心口直噴而出，就等於喺你個財富度狠狠咁鑿穿一個大窿，將你體內辛辛苦苦積聚落嚟嘅正能量同元氣全部呼晒出去。你日日嘆氣，你個財富就千瘡百孔，你揾幾多錢都係漏走。從面相學嚟講，經常嘆氣嘅人，兩眉之間嘅印堂位會越嚟越窄，越嚟越暗沉。印堂就係一個人嘅財門同命門，財門收窄，就算有金山銀山都入唔來，而且嘆氣成你習慣，嘴角會自然向下垂，慢慢就變成一副苦相相。由心生傷又反過嚟影響運，苦相一出，貴人見到就掉頭走，財神見到就繞道行。我以前住嘅屋苑有個李婆婆，老公早年留咗7位數嘅養老錢，仔女每個月準時俾家用生活，本來無憂無愁。但佢有個壞毛病，就係怕親戚朋友知道佢有錢會嚟借，所以逢人就身窮，落樓買隻嘆口氣，見到鄰居嘆口氣，甚至食飯夾一化肥菜都要先嘆一聲，日日開口埋口就係老啦冇用啦，窮到叮當響。起初大家都以為佢真係家境困難，後來先知道佢銀行存款豐厚。結果呢，呻咗3年都唔夠，個仔公司突然裁員失業，半年揾工處處碰壁。個孫仔讀書成績一落千丈，成日傷風感冒入醫院。佢自己本來身體硬朗，無端端生咗一場大病，住院住足成個月，積蓄一下子用咗一大截。後來佢揾到我同佢講：你乜風水擺件都唔使買，先戒咗嘆氣同身窮呢個壞習慣。佢半信半疑，但實在冇辦法，只好照做。每次想嘆氣就用手按住心口，將口氣吞返落肚。想講窮就改口話，而家都幾好，慢慢會更好。就咁堅持咗半年，個仔揾到份新工，人工仲高過以前，孫仔成績翻晒嚟，身體都壯埋。佢自己復查醫生都話好得離奇，成個人精神晒。你睇呢啲唔係什麼神通，就係你自己把口決定氣場，氣場決定運道。好多人覺得我講下啫，邊有咁靈？
但你唔知語言嘅念力就好似滴水穿石，一日講10次8次，一年就講幾萬次衰念力落去。就算你本來有口福都俾你念薄，本來有財運都俾你念走，而且你日日講自己窮，講自己死啦，冇錢啦，宇宙嘅磁場係聽得明㗎。根據吸引力法則，宇宙係冇分辨真假嘅能力嘅，佢只會接收你發出嘅頻率。你不斷向天地發射我好窮，我冇錢，我好慘嘅訂單，宇宙接收到之後就會話好，既然你咁渴望窮，我就成全你俾更多嘅破財事件，你令你真係一路窮落去。我以前認識一個喺街市開雜貨鋪嘅阿叔，佢其實生意唔差，早年都賺落唔少錢，但係佢有個好大嘅毛病，就係極度怕啲親戚朋友知道佢有錢會走來借，所以佢逢人就身窮。客幫襯佢，佢話唉死啦，啲貨入貴晒，白做㗎咋。親戚見佢，佢就話窮到暈啦，下個月鋪租都唔知點算，佢日日將呢啲話掛喺嘴邊。結果你估點？慢慢地，佢成個人嘅面色變得好暗沉，鋪頭嘅氣場亦都變得好死氣沉沉。啲客行過佢鋪頭，無端端覺得有一股好頹氣嘅感覺，寧願行遠啲去第二間買。唔夠2年，佢生意真係一落千丈。最後連鋪租都交唔起，真係執笠收場。呢個就係最真實嘅語言降頭。你把口日日念住窮神，就真係當正你係老友搬入去你屋企長住。所以由今日開始，就算你個袋真係剩低10蚊，你都絕對唔可以再講自己窮。你要咬緊牙關，將嗰個 I 字吞落肚，改口講。目前只係暫時嘅挑戰，好日子馬上就嚟。你轉個念氣場就即刻唔同。如果真係忍唔住想嘆氣，就即刻用手摸下心口，吞翻收口氣，心裏默念聚氣生財，3次之後頹氣就散，財氣又聚翻埋來。呢個小方法唔使錢，但非常管用。第二句極度致命會封死你人生生門嘅口頭禪，就係一遇到少少挫折或者見到人哋有成就嘅時候，就即刻講算把啦，我條命天生就係咁苦噶啦，冇得救噶啦，或者講我呢世人都係咁噶啦，點做都發唔到圍。呢句話喺中老年人，尤其係一啲大半世人受盡委屈嘅長輩口中出現得最頻密。你哋覺得講呢句話係一種認命，一種看透世事嘅無奈。但我作為睇盡無數命盤嘅人，我聽到呢句話係覺得最心痛嘅命理。學上有句至理名言叫做命由天定，運由己生。上天派一個難關俾你，或者俾一個低谷你，其實係想你跨過去升級你嘅人生，去接更大嘅福報。但係你一句算把啦，我條命係咁苦，就等於你親手行去自己個財富大門前面拉低個大閘，仲要加上3把大鎖，你將自己設定為一個永遠嘅受害者。財神爺同埋你命中嘅貴人本來行到你身邊，準備拉你一把，準備俾個新機會你，但係見到你成身散發住一種爛泥，扶唔上壁，徹底放棄嘅死氣，貴人都只能搖頭嘆息一聲，然後離你而去。因為神明係保佑嗰啲想自救嘅人，絕對唔會去幫一個自己都放棄自己嘅人。我睇命盤睇咗幾十年，見過最多嘅就係呢種自我認命嘅人，尤其係50歲過後嘅朋友，捱過大半世風浪，受咗不少委屈，就好容易得出結論，我呢世人就係咁嘅命，再搏都冇用。但我今日同你講句真心話，命盤只係定咗你人生嘅框架，比如你大概嘅性格，大概嘅軌跡，但入面嘅內容係甜係苦係富係貧，一半天定一半係你自己寫嘅。命理上仲有句話叫心念一轉，萬運皆轉。你個心念就係你命運嘅方向盤，你日日話自己命苦，就等於將方向盤打死往苦路一直開，就算旁邊有康莊大道，你都唔會轉過去。我以前遇過2個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辰出生嘅阿嬸，2個都係鄉下出嚟，嫁嘅都係普通工人，生嘅都係仔。按命盤講，2個人格局一模一樣，中年之後都有20年晚運，本來可以享清福，仔女有出息，但結果天差地別。第一個阿嬸成日怨天尤人，話自己命唔好，嫁得唔好，仔又唔生性，日日開口埋口就係我呢世人就係咁苦命，冇得救。結果佢個仔從小被鬧到大，越嚟越自卑，出到社會做什麼都不成。30幾歲仲要屋企養，佢老公同佢日日嗌交，晚年分房瞓，成間屋冷冰冰，冇一點生氣。第二個阿嬸性格樂觀，就算以前捱苦都唔會怨命，成日話捱過呢段就好啦。
以後日子會甜嘅。仔讀書唔好，佢唔鬧，鼓勵佢學門手藝。老公賺得少，佢唔願同老公一齊捱。結果個仔學裝修，後來自己開咗間小公司，生意越做越好，買咗大屋接兩公婆去住。老公退休之後，日日陪佢散步飲茶，晚年過得不知幾幸福。兩個一模一樣嘅命，就因為把口講嘅說話唔同，心念唔同，行出嚟嘅人生完全兩樣。你話命係天定，我話運係你自己講出嚟嘅。更加得人驚嘅係呢句說話帶有極重嘅陰寒之氣同埋死氣。如果你日日對住屋企嘅伴侶，對住你嘅仔女講，我條命好苦，我為咗你哋點點點，我注定無運行。呢種怨婦或者怨漢嘅磁場會慢慢將成間屋嘅生機全部抽乾。你嘅仔女長期喺呢種被打壓、被否定嘅晦氣環境中長大，佢哋嘅自信心同埋上進心會被徹底摧毀。佢哋潛意識都會覺得，我父母都話我哋家族命苦，我都係唔好努力啦，反正都係失敗，最後家道中落，代代相傳都係窮。所以你講呢句話唔單止係害緊自己，仲係嗰度毒，害緊你下一代嘅運程。老人家係家庭嘅根，開心枝葉先會茂盛，根成日怨，枝葉自然會枯。你年紀大咗，每講一次苦就趕一次屋企嘅福氣，每笑一次就聚一分屋企嘅財氣。好多家庭唔係敗喺冇錢，係敗喺成屋怨氣，敗喺日日把口講衰自己，講衰仔女。從今以後，將認命呢兩個字從你字典入面徹底刪走。你要同自己講，我前半生嘅苦係為咗我晚年嘅大富大貴做鋪墊，我嘅好戲而家先至剛剛上演，以後每次想講我命苦，就即刻改口講苦盡甘來，好日子在後頭。每日朝早起身對住鏡講3次，笑住講，講多幾次，你個心就會順，你個運就會轉。第三句亦都係最會阻擋你發大橫財，直接剪斷你偏財天線嘅一句話。當你見到身邊嘅親戚朋友，以前同你差唔多甚至不如你嘅人，突然之間發咗達，中咗大獎，或者仔女買大屋俾佢住嘅時候，你個心唔舒服，第一時間衝口而出講車佢好彩啫，或者講實係做啲唔見得光嘅嘢呃人啦。有幾個臭錢有咩咁叻？呢種說話就係典型嘅酸葡萄心理同埋仇富心態。你知唔知呢種出於嫉妒嘅口頭禪殺傷力有幾恐怖？金錢同財富喺宇宙磁場入面係一種極度純粹、極度向陽嘅高頻能量。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能量都係一樣。當你用鄙視、懷疑、嫉妒，甚至係詛咒嘅語氣去攻擊別人嘅財富嘅時候，你其實係向你嘅潛意識同埋宇宙發送一個極度強烈嘅信號。我極度討厭有錢人，我極度反感金錢。我覺得有錢係唔道德嘅，財富能量係有靈性嘅。佢感覺到你散發出嚟嘅排斥同厭惡，自然會離你遠遠嘅。你越係去酸別人，去貶低別人嘅成功，你嘅偏財運同埋發橫財嘅機會就被你自己一把無形嘅鉸剪鉸斷得越徹底。呢句話係我最唔中意聽到嘅一句，尤其係茶樓公園入面幾個老友聚埋一齊，講起邊個發達邊個買樓，總有人撇撇嘴講句有咩咁巴閉，咪就係好彩，肯定係走偏門唔乾淨。你以為你講呢句話泄咗心頭不忿冇損失？我同你講，你講呢句嘅瞬間就親手將自己嘅偏財大門鎖得死死的。以前有個開士多嘅老闆揾我睇風水，話自己生意差，想買個貔貅招財。我去佢鋪頭睇，地段唔差，人流都夠，點解生意唔好？後來我坐咗半個鐘就發現問題，有熟客同佢講，隔離街開超市嘅陳老闆又開分店賺好多。佢當場嗤之以鼻話，佢咪就係靠賣假貨賺黑心錢，遲早有報應。我聽完就同佢講，你乜風水擺件都唔使買，先改改你見不得人好嘅心態。你日日咒人哋發達唔長久，人哋生意越做越大，你自己生意越嚟越差。你估係巧合？佢仲唔信，話我講下啫，關我生意咩事？我同佢講，你心態唔對，氣場就唔對。客人入到你鋪頭，感受到你嗰股怨氣同酸氣，買完就想走，邊會想多幫襯？你對財富態度唔端正，財富自然唔會埋你身。後來佢聽我講，試着改，見到人哋發達唔踩料，心裏默念恭喜晒，沾下旺氣。見到熟客講人哋生意好，就附和一句係啊，人哋勤力應該嘅。就咁過咗大半年，佢士多生意真係好咗好多，仲請咗個伙計幫手，自己都輕鬆晒。
我見過好多老人家日日坐喺樓下公園數落邊個發達肯定係貪污，邊個發達肯定係拋夫棄子。呢啲老人家最後嘅晚年通常都係孤獨窮困，怨氣沖天。真正擁有大財富智慧嘅人，當佢哋見到別人發達，佢哋第一時間生出嘅絕對唔係嫉妒，而係讚嘆同埋沾光，因為佢哋明白，當身邊出現富有嘅人，代表財富嘅磁場已經流轉到佢嘅身邊。只要佢隨喜讚嘆，呢股財氣好快就會蔓延到佢身上。其實真正有智慧嘅人都懂，身邊嘅人越富有，你所處嘅磁場就越旺。你住嘅小區有錢人多，你層樓都會升值。你朋友圈發達嘅人多，你揾錢機會自然都多。如果身邊個個都窮，個個都唔想揾錢，日日坐埋一齊身窮怨命，你以為你能獨善其身？唔會嘅，磁場會傳染，你好快就會同佢哋一樣，越運越差。所以下次當你見到別人好運，無論你個心有幾酸，你都要合埋把口，試住喺心裏便祝福佢，沾下佢嘅旺氣。以後見到人哋有好事，無論係升職加薪、中咗獎，甚至係仔女生性，你都可以笑着講句恭喜晒，真係好福氣。唔使你花錢，就一句話，既讓人開心，又幫自己沾旺氣，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你慢慢會發現，當你唔再仇富橫財同好運，就會開始對你單眼，慢慢走進你嘅生活，將以上呢3句惡毒嘅降頭咒語徹底戒甩。你其實已經成功解開咗綁喺你身上大半生嘅窮鬼鎖鏈，你嘅氣場已經開始由陰轉陽，由排斥財富變成接納財富。但係單係唔講錯嘢係唔夠嘅。如果你想財神爺喺下半年追住你派錢，想你嘅橫財運發生爆炸級嘅大反轉，大師今日就再免費送你2句價值連城嘅蘇派語言吸金符。呢2句說話係真正嘅高維財富心法。只要你每日照住講，將其融入你嘅骨髓同潛意識，你下半年嘅財富磁場絕對會發生不可思議嘅奇蹟。第一句吸金咒語係專門用嚟化解你花錢時候嘅肉痛同埋匱乏感。好多基層嘅中老年人辛辛苦苦賺埋啲錢，每次要交租、交差餉俾家用，甚至去街市買一餐貴少少嘅海鮮俾錢出去，嗰一刻個心都係揦住，覺得好肉痛。覺得啲錢又少咗，成個心充滿住失去嘅恐懼。我話俾你聽，你帶着恐懼去花錢，你永遠都會缺錢。由聽日開始以後，無論你俾幾多錢出去，哪怕係搭1程巴士，你交錢或者嘟卡嗰一刻，你喺心裏邊默默地或者細聲咁同啲錢講一句，去啦，去幫我帶多10倍嘅兄弟姊妹翻嚟揾我。好多朋友聽到呢句可能會笑，咁就得咁簡單。我同你講，越簡單嘅東西越有力量。你諗下，以前你花錢嘅時候，心裏想嘅係咩？係又使錢了又少了一筆，以後唔知夠唔夠。呢種心態叫匱乏心態。你帶着匱乏嘅心態去花錢，錢走咧就真係走啦。因為你從心底裏覺得錢越花越少，花咧就冇啦。宇宙吸引力法則會回應你嘅心念。你覺得錢越花越少，佢就真係會越花越少。你永遠都覺得錢唔夠使。但當你花錢嘅時候念呢句話，你個心態就變啦。你唔再覺得錢係花出去就冇啦，你覺得錢係你派出去嘅士兵，係出去幫你揾更多錢翻嚟嘅。呢種心態叫富足心態，你信不信？同樣花100蚊買住，一個人心疼到死，一個人開開心心念句咒語，兩個人嘅磁場完全唔同。前者花你錢換來一肚子不開心，財氣越花越散。後者花你錢換來滿心期待，財氣越花越旺。我有個粉絲以前係出咗名嘅孤寒，買棵蔥都要講價，講半日花1蚊都要肉痛半日。但佢越慳越缺錢，個仔讀書要花錢，屋企裝修要花錢，處處都要用錢。佢日日愁眉苦臉。後來佢睇完我嘅影片，試着用呢個方法，每次買食給錢就心裏默念一句，每次交租交電費都念一句。起初佢都覺得好傻，唔信有用，結果過咗3個月，佢同我留言話：大師真係奇啦！以前我成日覺得錢唔夠使，而家呢同樣嘅收入反而覺得錢夠使啦，仲存到呢一筆。而且上個月舊屋那邊突然通知話要拆遷補你一筆錢，真係好似錢自己識翻嚟一樣。其實唔係錢識翻嚟，係你個心態變啦，磁場變啦，你就會吸引到更多賺錢嘅機會，更多意外嘅收入。
呢句話唔止花錢嘅時候可以用，甚至你借俾人錢嘅時候都可以用。借出去嘅時候唔好成日掛住怕人哋唔還，你就念一句去啦，帶多啲兄弟翻來。人哋還嘅時候就係帶啦好嘅人緣同信用翻來，以後你有困難自然有人幫你。記住金錢係流動嘅，越花越有，越慳越冇。當然唔係叫你亂花，係叫你帶着富足嘅心態去花，每一分錢都花得開心，花得有價值，錢先會願意翻嚟揾你。第二句吸金咒語係專門用嚟放大你嘅吸財磁場同埋提升你嘅能量頻率。好多人遇到好事總係覺得理所當然，或者覺得微不足道。由今日開始，當你收錢嘅時候，無論係出糧收租，哪怕只係喺街度好彩執到1毫子，又或者去買嘢，人哋多找咗1蚊俾你，甚至乎只係聽到一句讚美，見到一個好靚嘅日出，你都要立刻喺個心裏面或者大聲講一句：感恩好運終於輪到我啦！我真係好值得擁有呢一切。呢句話核心就係2個字：感恩。好多人收到錢覺得係理所當然，出糧覺得係自己辛苦賺嘅應該的，仔女俾家用覺得係佢哋應該孝順嘅，甚至中了獎都覺得係自己運氣好，冇什麼好感恩嘅。但你唔知所有嚟到你身邊嘅財富都係你積累嘅福報變現嘅。你以為係你辛苦賺來嘅，其實係你前世今生收來嘅福氣，先會有呢份收入，先會有呢筆錢。你唔感恩就等於唔珍惜自己嘅福報，福報用完啦，財富自然就冇啦。而你每感恩一次就等於給自己嘅福報充值一次，福報越多，財富自然就越多。我成日同大家講，唔好嫌錢少，1毫子都係錢，1蚊都係財。你對小錢都充滿感恩，大錢先會來。你連小錢都睇唔起，覺得1蚊雞冇什麼大不了，大錢自然唔會來揾你。以前有個阿伯，每日朝早去公園散步，見到地上有個1毫子硬幣，佢都會彎腰執起嚟抹乾淨放落袋，然後心裏講一句多謝財神爺賞賜。好多人笑佢話：阿伯你咁大年紀仲貪呢1毫子，佢唔介意，話1毫子都係錢，都係福氣，唔可以浪費。結果呢，阿伯退休之後本來就幾千蚊退休金，生活普普通通。但佢個仔本來做普通工，後來被老闆賞識升做經理，人工翻嚟幾倍。個孫女讀書又好，年年拿獎學金，畢業之後揾到份好工，每個月都俾好多家用佢。阿伯晚年過得不知幾舒服，仔女孝順，衣食無憂。好多人話佢好福氣，其實邊有咁多天生好福氣，都係自己一點一滴收回來嘅。對小錢都感恩嘅人，自然配得上大錢。對小事都知足嘅人，自然會有大福氣。感恩係全宇宙最高頻嘅能量。當你對每一筆微小嘅財富，每一個細微嘅好運，都表達出極度嘅感恩同喜悅嘅時候，你就係喺度向宇宙瘋狂放電。你向宇宙證明你有多麼珍惜同熱愛財富。財神爺接收到你呢種極其歡悅嘅頻率，佢就會忍唔住將更多更大嘅財富同橫財送去你門口。你越讚美金錢，金錢就越從意黐住你。呢個就係最頂級嘅語言吸金術，唔使本錢，但威力無窮。各位朋友，今日我同大家講咗咁多，其實想帶出嘅核心道理，只有一個最好嘅風水，從來都唔係你花幾萬蚊買個水晶洞或者金元寶擺喺屋企，而係你自己把口。同埋你自己個心口吐善言，滿室生春，口出惡言，家散財敗。你每日講嘅說話就係你為自己人生編織嘅風水網。你用積極感恩富足嘅語言去編織，你就會捕捉到世間最美好嘅財富同埋健康。你用抱怨咒罵嫉妒嘅語言去編織，你就係自己困住自己喺一個暗無天日嘅地獄入面。好多人花幾萬蚊買水晶買貔貅擺風水嗰陣，想催財想轉運，但日日口出惡言，日日怨天尤人。你擺再多風水擺件都冇用，因為你自己把口就係最大嘅風水煞，你自己個心就係最大嘅漏財洞。外在嘅風水永遠都係輔助，內在嘅心性先係根本。你個心善口善，就算屋企風水差少少，都慢慢會變好。你個心惡口毒，就算住最好嘅風水寶地，都慢慢會變差。古語有云：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有福氣嘅人住去邊度，邊度就係福地。冇福氣嘅人住去再好嘅地方都留不住福氣。而福氣從邊度嚟？從你把口嚟，從你個心來講一句好話就積1分福，講一句壞話就損1分福。
日日講好話，日日積福，福氣越積越厚，財運自然就來啦。日日講壞話，日日損福，福氣越損越薄，貧窮病痛自然就來啦。人生嘅下半場拼嘅唔再係體力，而係心力。我知你好辛苦，我知你受咗好多委屈，但係請你相信，老天爺從來都唔會盲目咁懲罰一個善良嘅人。你只要管好自己把口，停止對自己落降頭，將正能量嘅咒語注入自己嘅生活，你之前所受嘅一切磨難，都會喺不久嘅將來化作晚年無盡嘅福報同埋大橫財。我喺度發出一個最強烈、最真誠嘅呼籲。我懇求你睇完呢條影片之後，千萬唔好就咁算數，千萬唔好自私，淨係自己知，你一定要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分享按鈕，將呢條充滿覺醒力量嘅影片轉發去你嘅家族通訊群組，或者親手發俾你身邊最曾意呻窮、最曾意嘆氣、最曾意怨天尤人嘅親人、父母、伴侶或者老友記睇。你逼佢哋認認真真睇完，逼佢哋立刻戒甩呢啲破財嘅口頭禪，教佢哋講嗰兩句吸金咒語。你知唔知你呢個分享嘅動作有幾偉大？你唔單止係喺度救緊佢哋嘅財運，你更係喺度挽救緊成個家庭嘅氣氛。一家人如果日日都係互相鼓勵，充滿感恩，家和萬事興，財神爺點會唔長期駐守？你幫屋企人解開語言降頭，令全家和氣生財。呢份積德行善、度人度己嘅心意，上天一定會化作巨大嘅橫財同埋無上嘅福報，加倍回賜俾你同你嘅子孫後代。一個人改，只有一個人嘅好運；一家人改，就有一家人嘅福氣；成個家族改，就有代代相傳嘅興旺。你今日分享呢條片，幫一個人改掉破財嘅壞習慣，幫一個家庭轉好磁場，呢份功德比你去寺廟燒幾多香、捐幾多錢都要大。因為救人嘅慧命比救人嘅肉身功德更大。你幫人哋明白道理，轉好運道，呢份善緣上天一定會記低，一定會化作更多嘅福報，加倍翻到你同你仔女孫仔嘅身上。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嘅剖析真係直擊你嘅靈魂，令你有一種醍醐灌頂、瞬間開悟嘅感覺，並且你真係想喺下半年徹底改變自己嘅命運軌道，請你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同埋一定要打開旁邊嘅小鈴鐺，加入我哋呢個追求高維智慧同正能量嘅大家庭咁樣。以後每逢有更多真正能夠改變命運、趨吉避凶嘅財富心法同玄學天機，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保證你喺未來嘅人生路上避開所有無形嘅陷阱，財富自由，心靈富足。最後，我想請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朋友，用你最感恩、最渴望擺脫困境、最期待發達嘅心，喺評論區大聲打出口吐蓮花、狂吸橫財這8個大字，每一個留言都係你向過去那個充滿負能量嘅自己正式告別，亦都係你向宇宙高頻能量庫發出嘅最強烈接收信號。我會親自喺後台仔細睇大家嘅每一條留言，為每一位認真祈願、決心改變嘅朋友點讚加持，將最純正、最強大嘅財富光芒送俾你哋每一位。今日講咗咁多肺腑之言，我唔係要你哋信我係要你哋自己去試，自己去驗證語言嘅力量有幾大。你自己試7日就知，7日之內唔講衰說話，只講積極說話，日日念2句吸金咒語，你睇下你嘅心情會唔會好，你的運氣會唔會順。祝願大家下半年戒除口業，財源廣進，金玉滿堂，晚年過得無比豐盛安康。多謝大家嘅耐心收睇同支持，我哋下期節目再為你拆解更多人生智慧。祝大家橫財就手，下次見。